我的嘴皮上的钱的破手，我不爱把别的把门生了，你怎么就说了话你别说，呀啦啦啦啦，当然他不站了你，刚刚你说当了当你开的台湾，我不光要当当住呢，偏偏也浪费了你看住，谁比咱们你也没钱，啦啦啦啦啦，我们也没懂啊，你也没关系，放你看我，怎么家里说那大声的说，也没说要说那大声的说，这边自己说那大声的说，啦啦啦啦啦，大不过那声的说，真的你是那钱的破那声的说，这个也是错的八分人呐，妈呀自己不清楚了妈呀妈呀我不别的爸妈也是妈呀给了有那他的给了就给谁的感情真的不得给啊我呀我呀抖音。